最近南部一直咧落大雨，和高雄、六股、美浓、三连等地区的木瓜，这水上变甲真严重，甚至开始烂起。立委今早起会同农粮署等单位去会勘，高雄市政府表示会全力协助农民争取天然灾害补助。也若讲到这几天落大雨，也或者闸门水库欠水率超过60%，这南部各类水库也特别甜咯。 甲无过提起来，看落敢若青青。不过另外一边却是已经暖气生菇。高雄最近差不多逐天落雨，嘛好种无过农民是头壳摸咧烧。你看这天管都很漂亮，很水啊！这个东西都是原始性的。农民甲立委进前，立委区议员10月会同农粮署，甲高雄市府去六股会勘，因为高雄这5日累积的降雨量超过400米哩，超过灾损天气的参数。 尤其木瓜若伫落雨了后，搁随曝日，可能会伫采收了后出现生菇等等的现象。互农民就算采收了后，嘛唔敢出货。这个损失恐惊是真正力。通常木瓜遇到连续性的下雨之后，会导致它的根系受损。太阳出来之后，它的水伤会非常严重，也会影响到它未来的开花结果的一个状况。市府表示，已经接到争取农作物损失现金救助品项28项。 木瓜水商嘛赶紧敲进农损，争取补助。不过，这届落雨嘛，予南部水库的脱水率增加。根据水利署的统计，南部8水库从17翻点过到18翻点过，水量增加上济是闸门水库，有366万吨，累计到18下晡4点，仁义潭水库脱水量挖近满水位，乌山头水库超过7成，闸门水库嘛超过6成，也南化水库嘛挖近满水位。落雨结果欠水的情形。 不过，嘛，互农民拄到农损的问题，互因感觉真无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